狮子岛大厦18元，2次到10元狮子岛购买3水2人去。20蚊啊！燒鴨啦嚇！係魚嗰類嘅嚇？唔係魚膠嚟㗎，雞仔啊，雞仔啊，呢個鵪鶉。我係鵪鶉嚟㗎，鵪鶉冇有咁大隻嘅。就是11.8，黑毛猪，来了11.8，大人。我諗話依家翻去打俾你睇下咯。加1塊的。下次咧，老闆娘，我圈嚟買嘢睇到都係啦，同㗎嘛。